再来看桃园机场，昨至少有3个航班延误超过3点钟。其中有一班定伫昨下晡5点外要对曼谷飞转来桃园的华航班机哦，因为信号异常，伫今仔透早5点才起飞。落飞机总算转来国内。中华航空 CI836本来是23下昼5点50分自曼谷要飞桃园机场，因过因为航机一日地面作业时阵信号出现异常，延误要到12点钟。今仔日24透早5点23分起飞，早起9点47分飞机飞到桃园机场。应该是机械故障吧？他讲，对，还好没有飞上去啊，飞上去如果在寒血再会有点更辛苦。华航发声明讲，为了要确保飞行安全，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检修，也安排旅客住伫咧曼谷当地旅馆休困加食饭，并且调派其他航机载运旅客，造成旅客不方便，请旅客谅解。多过了一夜，然后他们安排的蛮及时，而且很快就告诉我们说误点，然后所以就安排我们去饭店过夜，住宿还有吃饭点心，我们都很满意，而且大家都很辛苦。平安抵达是我们最大的目的。根据统计，昨除了华航的 CI836曼谷起飞班机，另外一个东瀛航空 BR165新千岁起飞航班，一个成武航空 JX234香港起飞航班，拢延误超过3点钟。有旅游专家讲，信用卡无方便险限制真多，保障真少，建议要出国，至少要保一个上加价多的专项旅行不便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